各位街坊大家好，我係沙田區議員黃敬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3日，亦都係我哋丙午馬年嘅元宵佳節，正月15啊！街坊大家好啊！今日呢，多得傾喺度為大家準備咗一啲我哋嘅番梘絲花，希望祝願所有人都係團團圓圓，有偶皆成。亦都希望大家家宅平安，身體健康。祝願我哋祖國繁榮穩定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喺呢個元宵佳節嘅日子，可以過嚟領取一支番梘絲花，祝願大家平平安安、團團圓圓、幸幸福福、身體健康、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。大家一齊嚟我哋呢個平安嘅喜悅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分享。今日係正月15元宵節